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向日葵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妮妮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马克。欢迎收看2礼拜的社会事件簿。顾名思义，社会事件簿是一本社会看的，你的观众主要的对象，他底下像妮妮还有马克同样，各小的学生啊，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一天有1/3以上的时间，身为学生，在学校这个场合进行学习。问题是学习一定要在学校发生吗？今天社会事件簿共下来讨论两个主题是非典型的教育，所以先来看一下2礼拜社会大议题。学校做提供是大家社会都懂了解的素材，做伫10年前2500年编的，用好文明的书面语，就有乃版书报，也种一种是现代学校的困扰。韩国用伊的神奇辩论来讲，是10代母族落去，母族发展出来，也就是学校的功能。等等时代的进步，有关学校的理念、韩国做法也有点改变。20世纪初，有的xã會學者開始批評傳統學校，因為以前體制的學校鼓勵唔到社會來學習，有的學生嘅應該有更加多嘅自由。故所有的民族學校，你不卡自家學習，冇做其他冇共用嘅教育方式，未天天嘅產生呢。台灣係第1997年開始實施你不卡自家學習嘅聲音教育，3年嘅17年。第2014年通過嘅聲音教育3法，老師教育學生嘅範圍對國小幫從到高中。係講對傳統教育體制不滿嘅家長見來見到，學到位同用到位不有所長嘅問題就會見來見厲害。得到教育資源嘅方式，未見來見到用嘅，故所一下見來見到人，自家啲不卡學習，未見咗見參用。唔知一下社會對學校嘅教育有乜嘅想法嗎？為上嘅創研用嘅，你不卡自家學習，冇做填鴨冇共用嘅上課方式嗎？今日研究看到關心，韓國去了解也就唔係傳統嘅教育方式。所以今日我為大家紹介2種年紀嘅小朋友，願意有大部分時間到學校做學生嘅去學習。你們覺得就是在學校裡面上課學習這件事情呢？你們自己有沒有什麼特別不喜歡的地方？功課太多，功課太多，或者是說考試太多。兩個社會啊，對上課唔好的時間，也來看一下其他社會運用慢上。我們調查對象是台北市和新北市220位高年級同學，他們最不喜歡的學習方式，大部分都是認為作業和考試太多。第二名就是跟我一樣，覺得休息時間被拿來上課或考試。第3名是覺得教材內容很無趣。第4名是覺得上課方式就是很呆板，第5名是上課有太多規矩要遵守。你們現在的考試除了我們以往知道的月考之外，你們還有什麼樣的考試？平時小考。一個星期當中最多曾經考幾次？4次，會有點多，因為考試要準備。你要準備4份，頭腦可能會爆炸。你們2位都覺得現在你們念的教材內容是無趣的嗎？對，老師只按照課本念，對，都是按照念課本念的很。哦，你是3、4名一起講，對，教材又無趣，老師還照着無趣的內容，用無趣的方式念給你們聽。對，就是很死板。好，在教室裡上課要遵守的規矩有哪些嗎？不能說話。有時候是老師沒有在講。然後可能就是教完那個範圍，然後就沒有繼續講了。可是我要問的問題沒有問到，然後我去問旁邊的同學，可是老師又說我們不能講話，那我到底要怎麼辦？假設這些你們也認同，上課不應該這樣進行，2位能不能說出你最期待的上課方式？我覺得課本它其實不應該拿來上課，課本它就是我們自己也看得懂啊，所以我們課本帶回家複習預習就好了。然後老師上課可能就是課本打開了，今天有哪些進度，然後先自己去找看有什麼關於這次的課本的內容，然後利用比較互動的方式，不會讓我們覺得呆板。你講的互動是你跟老師的互動，還是你跟同學的討論的互動？都有，就是上課可以比較有一些討論的。來，你看，了解調查之外，2個社會要表態嘞。對正規就是正規教育之下，他們對於學習其實是有很多的不滿。
那是否我们待会要为大家介绍的自主学习，就是这些不满的一种 solution， 一个解套呢？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下乜嘢係自主學習。小朋友，我去學校通數冇呢？今日俺來到我一類地鋪卡學習嘅素材，地鋪卡主題向欣賞類高，還有那麼一種方式咯。因為在家教育就是它比較量身定做，所以它完全就看小孩的需要，他目前需要什麼，那他就會在這裡，就是依照他需要就去給。因為年紀不同，我們就在想說，那上課的方式可不可以兼顧個別性跟團體性？它就有點像他完成了，他就進下一個階段這樣子的。都是外国老师在跟我们对话，然后教材也很有趣，有一些很有趣的图片，或者是我最近这4堂课也遇过一个老师，那堂课刚好是上那个篮球的，我也很喜欢篮球，我喜欢运动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一些篮球相关的术语，结果最后因为太快上完，所以老师再多给我上其他东西。学校老师他们有很大的技巧在班级经营的部分上面。那在家教育的老师的话，他比较没有那种班级经营的部分，但是他要处理的个别化的问题会比较大一点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假设你现在班上25个人，那你有一个小孩特别的话，事实上他会被其他24个人小孩稀释。但是你今天你班上可能只剩下5、6个的人，那5、6个小孩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个性的时候，他就会变得非常的鲜明，他的个别差异就会在这样的小团体里面被突出出来。因为总觉得成绩就是一个好看的东西而已，不用那么要求，逼小孩逼到那么严那样。搞不好其实你没有真的了解，只是为了那个考试临时抱佛脚那样，然后之后就统统忘掉。然后要做干冰，然后就是干冰就可以把绿豆汤好，然后变成冰那样吃下去就很好吃，所以就是有一个目的，然后不是老师逼我们，而且那个干冰还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就是你回到学习的本身，你回到你学习的材料，那你自己要觉得说这个材料是有趣的、有意义的。那事实上，学生他也可以感受到，虽然他可能能力上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难，或者是能力上觉得这很简单，但是至少你要传达，就是你学习的材料对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，那它这个事情是有趣的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乐趣，甚至你可以欣赏到它是很美的，或者是它是有用的，或者是它会给你一些启发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你学习材料的本身。爸爸妈妈会看着我喜欢的科目，他去帮我安排时间，但是至少那些科目都是我喜欢的。用自学的方法的话，会觉得比较自由，就是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去努力去学它。学校有一次我们上自然课的时候，自然老师他都是叫我们死背东西，然后死背完之后还有时间嘛，然后就给我们讲笑话，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。所以在自学，我觉得比较可以充分的利用时间，可以来去专攻我喜欢的东西。说学生的那个能力的，他这个人本身的能力差是很大的。他可能可以一下子画出很美丽的图画，可是他在写国字的时候，他觉得十分的困难。这个才能如果搭上一个很会写故事的人，那他们2个合作，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一个很漂亮的绘本等等？学习欣赏别人的才能，然后学习跟这些不同才能的人能够合作，而不要竞争。感觉就是虽然学得很缓慢，不过就是还是有學到東西，它也是很好玩啦。今日第一個禮拜，非典型教育嘅主題，也非常嘅榮幸到難得搶到咧5屆接受自主學習嘅學生來到你節目嘅現場。大家好，我叫關亮君。大家好，我叫黃映如，然後今年6年級。大家好，我叫黃玄玉，跟他一樣是
6年级，然后是双胞胎。首先，我们的观众不像你们接触自主学习这么长时间，对于自学不是这么清楚。你会怎么介绍自学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决定自己想要学什么，然后就去外面找课上或者是网络书本等资源来自己上课。那我准备了很多学校的东西，还有我们看学校跟自学有哪里不一样。学校是有考试的，没有错。那么自学的话，我应该说我们不能说它是考试，比较像是在成果验收，倾向你自己在考你自己。然后我们看到作业，好，作业还要写作业，学校有啊。那自学很有趣哦，有时候妈妈出，外面老师会出，还有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出作业。那马克在学校的作业一天要写2到2个半小时。依自学的学生来讲，你一天做作业的时间要多长？应该说，你要的作业是比较像学校科目的，还是任何的学习？这就看出差异后。所以作业这2个字对你们而言，跟对马克来讲是不一样。最后，主题研究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主题研究，像我这边有准备我的一个报告，哇哦，就是拱欢梗促稿，就是我很喜欢古迹的研究什么的。如果你要说是评分的话，自学第1年就是评审委员来你家里直接看。评审委员是教育部的人吗？是一些学校的校长，或者是学校的人。教育部的好像也有，而且我们还会去参加那个就是成果发表会，你可以展示你自己这1年来的成果。在家里学习一整天，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？就是只是我们2个的作息，不代表所有人的，要就是先讲一下啦。好，当然，好。圆饼图是吗？这个？对啊。所以是占比的时间。这个是写作业，所以写作业的时间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改自学了？马上就多2个小时可以去打球了，你不是爱打棒球吗？对不对？好的呀。哦，你看这些游说团来了，来继续。我们自己有安排自己的时间。这个就是打电动、写小说跟画一些图。这些玩的出去的时候，像是也会边玩边学，像是跟刚刚影片里面不是有一个老师吗？对。我们的老师，我们会跟他出去玩，他只要看到我们说哇这是什么啊的那种东西，他就会解释给我们听。所以也算是边学边玩啦。你听他们3位讲，你怎么看待自学？跟你之前自己上网什么 Wikipedia 那边找资料，跟现在自己听到自学学生讲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就是报名表拿来。不是，就是在课业的部分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重，比较没有把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课业上面，就是它比较多元。当初你们到自学的时候有没有冲击？刚从学校跨到自学，没有，就像把压紧紧的海绵，原本在学校被压得紧紧，就是很紧绷，变很自由。可是到了自学之后，就会突然放开了这种感觉。你知道什么是慕课吗？慕课的意思就是大规模网络免费公开课程，它让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学习想要学的东西。慕课创造出一个让大家自由分享、互动的学习网络社群，它让大家可以自由决定在哪里学、学什么、怎么学，还有跟谁学习哦。讓大家嗰做到節目嘅現場，上完咗按上個啲3屆時候嘅4妹啊，下完咗我哋2屆4個我哋分享幾條經驗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子恩。大家好，我叫陳明安，今年10歲，我是自學生。安安跟子恩他們的特點在於，子恩他今年6年級，如果以學校的年紀來講的話，但是子恩是5年級才開始加入自學的，對不對？對，沒有錯。所以才1年多。那安安呢？他除了幼稚園之外，他並沒有進過正規的學校，所以他從1年級開始就是自學生。來，你先談談為什麼你到了5年級開始會變成自學生？媽媽是希望我能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然後可以更接觸外面的世界哦，可以去。所以學校是在裡面哦。學校就是比較
比较有规矩，比较会把我们，就是在里面就是要乖乖遵守秩序。然后如果不遵守好秩序的话，搞不好会被开红灯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就出来学习不一样的东西，学习多元一点的东西。像他说学校就是规矩很多，把你管得很严，就好像开红单有没有？一个小盒子，然后学校把你推在里面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我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他。啊，你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，你觉得你对于学校有没有什么向往？有一次马上就让我回学校1个礼拜。来说说看那个礼拜的经验带给你什么？课本的部分，学校的就是只有课本，就是依照校方的定的那些自然课、国语课的那些课本。然后在家里的课本，除了学校的课本以外，还有像这些课外读物。OK， 期中考跟期末考，你们在家里怎么评量？对，就是爸爸妈妈会让我回去参加学校的考试。哦，你一样有回到学校去考试？对。所以期中、期末你都有考？对。我可以冒昧问一下，你考试的成绩吗？90几吧。每一科都很平均？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真正的意义，学习的意义是懂，而不是真正的去为了拼那个分数而在死背。考试的话，我是拿学校考试卷回来测试，这是测试，不是考试。OK。测试就是测试自己学习到底学到哪个程度。那一样的，比方说你现在拿6年级的考试卷回家写，你可以回答出来的比例可以占大概多少？有些懂，有些不懂。不懂的东西我就会尽量去查。你自己争取要学的东西让我很意外，不但有天文、化学，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国小6年级是没有化学，你还学了一个 Scratch。Scratch 是一个网络平台，那个平台可以让你自己它就会给你一些程式指令，然后你就可以写一些程式做自己的程式。像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电玩，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电玩。敢问现在6年级的学生，你班上或是学校里面有自己写程式的有多少？请回答。没有人。来下一个，寒暑假。这个有趣了哦，你我们赢一个了哈，我们有寒暑假。其实自学的学生通常，其实平常的时间其实都算在放假。对，就是放假，就等于说放假的时候再做一些其他的学习的。寒暑假我们也是会学习啊，我们也是会照平常的学习，所以可能就比较没有课程讨论。的话是在学校可能是与同学分组讨论，是这样吗？真的。OK。可是没有全部啦。这种讨论的话，可以让讨论更加趣味性，而且爸爸他也会用我在，就是等于是我不懂的地方，我就会去找爸爸讨论。那我们看最后2个，还有一个是上下课。上下课是学校是固定的，可是我在家里比较偷懒。就是写类，就是写。你讲比较偷懒哦，所以你1个小时可能写1个小时就休息20分钟吧，然后再写1个小时这样休息，写累了休息一下。然后最后相对的睡眠时间，因为在学校这个很早就要到校，然后又比较晚下课，还要上安亲班，所以不足这个我看了你亮君跟你现在的表格，就是一面倒都是自学生，你怎么觉得？你怎么看待？其实我是觉得有吸引你吗？自学有吸引你吗？他列了这么多好处，有。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？睡眠时间很充足，而且你读书读到一半，你不会觉得好累哦，然后上课你又不能休息，你又不能打瞌睡，可是在家你也许可以去睡个午觉啊，看个电视休息一下。这2点是让我最吸引我的。你看呢？此后嘅年啊，其實對教育嘅創發是珍貴嘅學校地圖，也要到線上，想要做到翻轉，記得慢慢翻轉，從教材開始做，記得對學校地圖教學生啊，唔係用普通話術，係用天然，慢慢做啊，強啊佢快。今日我哋都會做好介紹，亦都會有同同佢哋嘅教學，係教人用嘅看天日，也出嚟看啊，加條用嘅手口味。要問自己是誰，這是很重要的問題。你到底是誰？
请问返家10万里跟太阳的孩子，刚刚从2部电影的预告片看起来，哪里有类似的地方？我喜欢上陈老师的电影课，因为我觉得老师上课很有趣，因为可以教我们很多像例如电影在教我们什么事情的道理。我喜欢上电影课，最喜欢电影课时候，然后老师讨论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起讨论那个看完那个电影的心得。我很喜欢上老师的课，因为老师的课就会有时候会把话题扯得很远，然后就很有趣。因为整部电影看完了哈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玩电影超级比一比。等一下每一组找一位同学呢，要请他出来演电影里面的一个画面或是一个人物的动作，让同学猜他在演电影的哪一个段落。3年级上课的方法就是比较平常一点，但是这一次上课的方法就是比较有趣，而且感觉比较多元。我比较喜欢现在这种教法，因为可以做比较多的活动，还可以上台表演练习自己的胆量。就是以前我们3年级的时候也有看过电影，可没有上电影课，然后就是老师教法的不一样，差很多。然后就是老师是看完电影直接叫我们收一收东西什么的，然后现在4年级老师就是要我们画心智图，然后问我们问题，然后陪我们做小游戏这样的。大部分的好稿看到天样就会按下心得，不過陳先生教會唔但將安尼聽聽，將今年佢將同學留2組天樣圖用嘅素材整理出來，和前面2個同學嘅性格對比，安尼會更易成分。就是现在的老師都是用電影來做教學，可是之前的老師都是正常上課。我喜歡用電影來教學，然後會讓我覺得比較有興趣。可能大家新南先生，我想我強調，以你們2個現在在正規教育體系裡面上課，偶爾還感覺受苦的學生來講，你們認為現在的學校，就你的觀點而言，最需要被改變的是什麼？我覺得是老師對我教我們的那種教育方式需要被改變。你覺得老師知道這件事情嗎？你覺得老師知道自己需要在學生的眼中自己需要被改變？你覺得老師知道嗎？不知道。所以不是老師不改，是老師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改。对，上課方式可能有些同學覺得老師太呆板，不喜歡這堂課。然後就開始擺爛啊，或者之類的。今天我們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紹自學，最後我請教你們，自學會是你們的選項之一嗎？理由是什麼？妮妮？也許會考慮去自學，因為我覺得自學就真的對我來說，可能就是比較自由一點。就會最後一年，小學最後一年，不要再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，可以去跟爸爸一起去學習我喜歡的自然或電腦。已經在普通的學校，就是已經熟悉了，然後突然間又回到家裡自學，學習的方式不熟悉。OK。第二方面，我覺得在學校學習的東西會比在家學習的東西還要多。雖然在家比較多元一點，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學校。OK， 謝謝兩位社會的回答。節目最後，開發個我請教大家，係講你自己做的選擇，你希望樣板的學校，樣板的教學方式。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。還有精彩內容，下週禮拜六晏午頭7點半記得收聽。社會是天賦，謝謝。學校中嚴格的管理，學生嘅愛做乜嘅產婦，無論生活嚴一變，做情況以來都同樣。一直到15年前，教育部總算解除管制，也其實規定15年內，社會係做乜嘅產婦，韓國有乜嘅條例冇？喜不喜歡制服？請回答。